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一段情等到最后，也是等无你回头。宁愿老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，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林美玉啊讲的无毋对啦，我看吼是来报。推哥，你莫胡白讲啦。哎，郑小，哦，来，我穿。啊，谢谢哈，再见。推哥，虽然讲美云失踪哦，我是真烦恼无毋对啦，但是哦，我到这时啊唔相信阿叫我讲的，内母哦未做这款代志啦。刘定啊，你的人真善良，爱也真有度量，所以啊，你才一直相信讲内部啊，伊袂做出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。这我是真感谢。也毋有啊，对就是对，毋对就是毋对。内部这个囡仔，伊的个性我上解了解。伊为着讲美芬啊去爱着文治啊，伊哦即摆拢扣分伫咧心肝内。啥物代志哦，伊都拢总做袂出来。唉，业主啦，明明是业主。是讲哦，美芬做代志啊，有哪哦小冲动啦。你毋通安尼讲啊！美芬啊，伊的选择安尼是真正确。囡仔若要换准是我嘛是安尼做。倒一个查某囡仔啦，无想讲哦，这世人找一个当倚靠的人，你讲对啊？有气我就欢喜，有气我就欢喜。哎呀，股票趁钱就安尼喙笑目笑。啊，食面哦，啊来遮无食面，我是要来创啥？我随餐啦，好啊，没啦。哎，刘丁诶，啊，哪无看你这好爸母啊？啊，心情歹啦，所以无出来斗相共啦。啊是今仔去用偷底去叫？你嘛咧爱讲笑啊！我斗今仔通皇体咧。我到底是什么代志？煞毋知因美芬啊失踪去。失踪？啊是什么时阵失踪的啦？啊，就自昨下晡下班了就失踪啊啦。哦，啊是讲美芬啊就生做遐尔歹头，有人要甲绑票啦。足白啊！啊，这个时阵哦，你还阁有心情甲我滚耍笑？你毋斗甲我上看卖，看有啥物办法无？那也无办法，赶紧报警啊！昨暗就报过啊啦。好，昨晚报过啊。嗯。哦，啊不，稍等下吼，我联络一寡送报纸吼，来斗相共找看卖咧啦。好啊，足谢多谢咧。哼，一个死人，美芬伊是甲带去倒位？好，苏小姐，即摆伊的情形安怎啊？伊即摆拢真正常啊。啊，伊当时会当出院？这都要伊现在才决定哦。多谢你啊。
美芬，拢是我甲你害到安尼。啊，不过当初是，告诉讲你莫介意问题，莫介意有问题。但是嘛袂变到安尼死。美芬，你是安怎遮尔残忍？将咱自细汉到大汉的感情，全日都放互袂记的心，我真是不甘愿，我真是不甘愿。你个选择给有问题啊，那根本就是错误的。刚好你袂记是，细汉的时阵你捌对我讲过。大汉了，你要嫁予我祖母，啊！我是安怎即摆会变到安尼是？你要嫁予文弟啊？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推爷啊，你转来的哦？嘿啦，母啊，你巴肚枵，我去赶面转来啊。推爷啊，你安尼做生意遐无用，啊，但若都安赶面转来互我食吼，啊，我感觉足歹势了。母啊，你唔好安尼想啦。我店的生意也做无用的，你食困的，转来我才收到，我要来去啊，吼。好啦好啦，我会晓。但若都安尼食面吼，食甲足鲜的了。推爷啊，啊，你若搁转来咧，是有代志是无？阿母，是我阿蕊啊。啊，阿蕊啊，要食面哦？啊，就拄则推的吼，赶转来互我食啦。蕊啊，会枵袂？来来。唔免啦，我袂枵啦。是讲阿蕊啊，敢若几落工哦，拢无听到内母的声音了，开客人家敢较无影响。啊，就讲，工会举办啥物游览嘛，啊，参恁做伙去，爱几若工才倒转来。哦，是安尼哦，谈少年啦，若有当啊佚佗吼，都加佚佗一寡，他参像阿母啦，食老目睭搁青眉，想讲要甲人去佚佗吼，嘛无法度了。喂，阿伯啊，多谢你。会啦，我知影。是你顶下卡来。阿伯讲吼，要赶面转来还食啦。唉，美云到今仔日吼，还拢无消息啦。就算我是山珍海味吼，我哪食袂落去啦。你免烦恼啦，美云啊吼，一定会无代志，一定会平安倒转来。啊，美云即马阁有心，啊嘛不离去当着抬去吼，是要安怎啊好？文弟啊，我看恁阿伯吼，知影美云有心吼，你敢知阮两个老的是偌欢喜的？伊直想讲吼，要带这个孙仔去倒位佚佗啦。啊，到即马吼，美云闹啥物不幸吼？你叫阮两个老的是要安怎啦？文弟啊，啊你遐同事哪拢无拍电话来啦？有啦，我的同事吼，拢死过去找安尼，若有消息，一定会打电话来啦。一定是来报甲美云绑去无毋对啦，啊无哪有遐尼拄好的代志？美云一失踪，来宝也无去，这来宝也着上听阿蕊的话，阿蕊哪有可能毋知影来宝伫倒位咧？这根本就是骗笑的啦！是毋是来宝啊？吼，咱真紧袂当知影。无彩讲吼，我和阿蕊啊，因是几啊十档的朋友啦，竟然搁安尼对待我，真正有够枉费的啦！美云，美云，啊你真是啊？这是啥物所在？这是病院啊！你昏倒，我就赶紧甲你送来病院。美云，拢是我害你的，
你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啊，不过，自阵你的身体遐尼虚弱，我若走，什么人来照顾你咧？我免你照顾，小等我就随敲电话给阮弟，阮弟会来照顾我。美惠，你你跟静静啊？医生，有要紧无？哦，你是无啥要紧啦，只不过有想到你巴肚内的囡仔，我紧你放心，阮今日做过人工流产啊。害我为你这条心人了的心。有应该，有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今日做过人工流产啊。哦，你好好休息啊。美惠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害你，我害你变，害你。你是毋是要讲我对不起你？我只是一时的冲动，请你原谅我。大哥，我毋是要给你机会，是你家己毋知通好好吧？我已经等你遐侪年啊，敢讲还阁无够？即摆连我巴肚内的囡仔嘛无啊！咱过去的感情，甲所有的恩恩怨怨，拢互伊放水啦！美惠，你莫过来参我哥哥弟啊！咱自细汉到大汉的感情，你安尼化这就这，你安尼做，敢讲袂伤过在，你伤过绝情心？我绝情，你害我变甲安尼，敢讲你都有情？当初是我根本知影讲你巴肚内有囡仔，可是我若知影讲你巴肚内有囡仔，我绝对无可能会安尼做。别讲啊！即摆讲这都已经袂赴啊，都伤慢啊！我不想要看到你带我出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失踪跟我流产的代志，我袂讲甲你有关系。领走啊！出去啊！出去啊！400啦，袂算400了，400嘛。多谢多谢。水果啊，我看无人客，有闲过来啉一杯，头一伫啊啦。好呀，来，啉一杯，来头的。我甲刘丁的哦，敬你啦，祝你安尼身体永远当你健康。啊，毋是啥物生日来咧搞礼数，顺嘴啉小酒。哟，我拄啊吼，有去拜托一寡上报纸的吼，斗骹手找米粉爱下落啦。多谢你咧。应该，讲声多谢。刘丁的，我看你还先回去啦，去甲阿玉安慰一下，免让伊等下伊一直烦恼。免啦，咱有问题还是照顾就好啊啦。逐工看阿玉安尼滴滴扣扣，我看了后，有哪足艰苦的。你有若今仔有办票，甲内部也绝对有关系。讲来讲去，今仔这个囡仔变干的哦，拢过是活女也甲上歹。你甲想办法，囡仔做毋对代志，该教就教，该骂就骂。阿女也毋是啦，将来逐项都拢顺从内部的意思哈。啊，毋捌听伊讲去甲骂一句啊，变相这囡仔毋变歹嘛，就变歹。无你什么意思哈？你想咱四界共讲，来报无好是我上歹，啊，搁四界共讲，比文是都是来报包票哈？天哪，敢有你这种老爸哦？啊，我讲的是有倒一点毋对啦。你家己无才调教囝啦，莫就这里拢撒互我啦。我毋是无才调，
我是要甲你拢安尼挡条条，所以这囡仔今仔才会变唔正囡仔。安怎？哪唔食囡仔？哈？你讲啊？就偷人、抢人，哈？讲话较有分寸的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这是点头呢。阿某拖只王家，较唔惊叫过路人笑。我从来都无看过这种老爸啦，代志也无问好清楚，但一直讲家己囝是绑票凶手，哪有人安尼啦？真是恶切业主母啊，可怜啦！推过啊，我就甲你讲过啊，就等米粉转来，就知影谁白去啊。你即马莫去讲是来宝啊啦。唉，一杯牛奶饮落啦。我食袂落去啦。你规暝拢无食物件，袂使啦，安尼身体会拍歹呢。文弟啊，你人实在有够好的啦。阮米粉啊吼，真正有眼光啦。即届啦，米粉啊平安倒转来吼，我看恁两个着赶紧结婚啦。啊，无迄米粉巴肚愈来愈大粒吼，也袂使啦。我知啦。文弟啊，我看你先去房间困一醒啦。我还阁少年呢，这3暝3日无困，我嘛无要紧啊，免烦恼啦。喂，文弟，米粉啊。害我为你一个心人了的心爱你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网线，情孤单。阮的心。米粉啊，你即摆人伫倒？你有平安无？我听一个啦，我听啦。米粉啊，米粉啊是你哦，你是倒去倒位啦？咱一通电话都无打到阿母啦。你敢知阿母哦，烦恼规暝规日拢袂困的呢。嘿，文弟哦，好啦好啦，你稍等下哈，你等下来。米粉，我即摆伫咧市立病院，你啥物件拢免查，囡仔照顾就好。后来过来啊。刘丁啊，啉拄啊好多，若啉过头吼，拍歹身体。我来走，米粉啊，有啥物消息咯，再敲一个电话，互我知影者。哈，好诶，好啦。你要走啊？好，我来走。你若用哦，较食来我厝的坐咧啦。好啦，对个，翁仔某爱互相尊重，唔通常常咧吵吵闹闹，会风笑啦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若有啥物困难，来找我参详。好，我来去。偷偷行嘿。就不要我有紧无啦？哎呦，杨啊，是啥物代志走我天空间咧？我就是受过怀疑，才会弄着你啦。但是找着米粉来哦。对啦对啦。找着米粉啊，人呢？阮弟去陪伊接伊啊啦。哎呦，找着啦，兄弟兄弟，见人自有天相啦。平安得，平安得。安尼我赶紧来通知遐送报纸，免去找啊。你就偷偷行嘿。好，谢谢咧，多谢啦。有啊，阮来报甲恁米粉啊做伙。米粉电话总无提起啦。哎呦，推过这个问题哦，等米粉转来就知啊啦。刘丁啊，你赶紧哦，互我来买猪脚面线，煮互米粉食，过一个要运的啦。对，这应该啦。不过这点，这无要紧啦，这我替恁顾，我顾着啦。麻烦你啦，行，我来去啦。敢讲我会误会阮内部啊？米粉人绑票这代志，真是甲内部啊拢总无关的。我不爱相信，绝对是米粉人替内部啊伫咧暗号，惊伊讲伊转来，我甲伊讲，伊才会安尼做。文弟，米粉啊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咱一失踪去拢无消无息。我问你，是不是来宝甲你绑去？咱过去的代志，莫去讲啊，好无？文弟，我有一件代志，爱先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我巴肚内的囡仔，
已经无去啊。问题，我真正对你做歹势，我。李慧，无要紧啊。既然这个囡仔甲咱无缘，你也免伤过伤心啦。对啦，阿伯甲阿母吼伫厝咧等你，咱赶紧回来吼。诶，啊，哪会你伫遮？啊，刘丁甲阿玉啊？是毋是美云出代志啊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是毋是美云有消息啦？嘿啦，啊，即摆人伫倒位？伫咧病院啦。哪伫咧病院？有要紧无？但你问我，我是要问啥？啊，内部有甲美云斗阵无？爱情拢是予人梦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心。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，等你一声，等到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洗。怎样你是一个人两个梦，害阮为你一颗心两心情拢袂散，偏偏我